他们脱贫攻坚，他们振兴乡村，他们守护青山绿水，他们守望相助，跟时间赛跑，他们共学共事共乐，他们交往交流交融。石榴花开时，他们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，为美好生活奋斗。1985年夏天，我走这条路第2次去报考马尔康民初师范学校。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我的爸爸。30多年后，爸爸就说，在送我上学这件事上，他因为没有听从村里人的劝导，而且亲朋好友的劝导，而感到一念的自豪。亲爱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，早上好！我马上到北京天安门去。以前我也想到北京来旅游，但是从来没想到过可以到北京来领奖，还看阅兵式，所以呢，感觉好像在梦中一样的。我跟那个其他的领奖人员的实际相比的话，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，所以呢，感觉到激动又诚惶诚恐。就这样了，等一会儿见。今天来到北京，很高兴，祖国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强大，繁荣昌盛。那是为了咱们好。8点，51岁的色准校长照例出现在校园里。2020年以来，每天叫醒他的是去北京的记忆，那比任何闹钟都管用。看完寝室看饭厅，看完饭厅看教学楼，看那个操场，看娃娃系在做啥子，老师系在做啥子，让我呢就心中嘛感觉到哪些老师确实是付出的更多，哪些学生有些行为习惯呢还有待提高啊，这些方面我就喜欢反正拍一下看一下，应该做的是一样的。要大声读才记得到，好，早晨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。早上巡视校园，色准校长会记录下学校每个角落的事，好的转发朋友圈，不好的转发工作群，要求立即整改。这儿麻烦管理员去到那个图书室去借书啊，窗子也没开，你看，孩子啥子都摆到这儿，标杠2、杠18，还干干净净的，大家要学习。看，陈老师，哦，你们早来。呀，这不，好。那个，我给你汇报个事情嘛。这刚才苏管阿姨给我们反映，5年级11班有个叫任清卓嘛的学生，熄灯以后他就害怕，就哭，就把娃娃带到值班室里头去睡，睡个2个小时他就醒，然后他就又哭。长期哭是啥子原因晓得不呢？大概是有点害怕那种，就根本睡不着，想睡觉都没法睡。首先肯定还是医院头去看一下，然后了解下他屋头的情况，还有个是不是单亲家庭的那个娃娃，如果是的话肯定缺爱。好的。然后就多关爱下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。壤塘县寄宿制小学学生2800多人，这些10来岁的孩子离开父母，从农牧区来到县城上学。在这里，他们的情感依靠是老师。
龚老师。哎，谁笑？我去看看娃娃有点拉肚子，我给他拿点药。恼火不？有点点。哦，那你快点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有啥子喊？壤塘县寄宿制小学师生近3000人，每天这里会像钟表一样运行。时间倒流到2009年，那年色准是幼儿园园长，他正为竞聘小学校长的事为难。我们耍得好的那些嘛，都在圈儿去抓走。幼儿园那么安逸的嘎，你就轻轻松松的城关小学去了来，有一部分是住校生，所以你就压力也大，就没得必要在一起。当时我还是有点忐忑嘛，我觉得我是肯定不可能得戏，但是呢，还是抱着试一试的那个态度嘛，可以更好的在那个民族教育上来发挥自己的作用，所以呢，我也就报了名。还有领导还怀疑嘎，还是个女娃娃嘎，肯定还是管不下来。然后再加上她性格看到还是很温柔嘛，肯定还是有点难度吧，还是有质疑的。2009年，色准出任原城关小学校长，师生400多人。他发现，每天能为学校干成一件事，他内心的忐忑就会减少一点。冷的时候要搬进来，然后就是不能让它太冷了，也不能让它太热了，经常关注它，看哪些地方长得不好的原因，还要去找哈，找到了，然后就我的花就长得好，就成了人见人爱的。所以我们作为老师的话，一个道理，给娃娃写一样的章子，随时关注他哪个地方有缺陷啊，或者是哪里没对，爱护他们，随时关注。2017年，色准任壤塘县寄宿制小学校长，学校师生近3000人。色准凡事亲力亲为，时间也愈发不够用了。2019年，19名老教师又因县教育事业需要调走了，留下大批刚刚大学毕业的老师。我还是有点害怕这个学校要垮下去嘛，娃娃多嘛，量也多，然后就哪怕就算是改个作业，肯定就是一天就要改90多本啊，100多本以上，人越多越容易出事，所以就把那些有经验的老师去喊他们上公开课，喊其他老师就在那个去听课，去问他们校内培训是一方面，然后就那儿之前就把那些我觉得年轻的有潜力的那一部分老师呢，就派到我们绵阳，喊他们去多学几年。5年级11班数学老师额一丹正在准备自己的第1次公开课，他想表现得好一点，因为校长要来听课。我们党委政府呢是特别关心那个教育，他们说扶贫的源头就在这个教育上，然后书记就跟我说了，这个是一个花园般的学校，花园般的学校已经给你建好了，那就是你有责任就是去预约那个花朵般的学生哦。上头我一单给了马家的，而且个讲我跟到去那个商量用一个10几了，够个。真是准备了，但是还是说实在了，只要是在就还是有点紧张。我的学生是你，你的学生是我一代，你看我们3代，嘎，啊，今天还走到一起，你看，哎，就是我们这个寄宿制学校里头呢，我的学生是
应该说是肯定不下15个那样子，所以我自己还是感到很自豪嘛。你们喜不喜欢他？喜欢。吹牛吧？不是吹牛。哎，真的啊？真的。哦，娃娃需要努力，我们的学校更要努力，嘎，我一代就更要努力，这个一代传一代，嘎，继续努力才得行。这个2024年，如果没得特殊情况的话，我也就差不多休息了。这些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，交到你们手上，你们2个好生的干，嘎，你们就慢慢，嘎，好好生生这样继续去聊你们的，嘎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感觉到这个责任还是很大。当然，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以前是社校学生，现在是社校的一个助手。社校教给我很多东西，我肯定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努力，不辜负他们。2019年，这支舞蹈曾获得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汇报演出第1名。羌族音乐老师陈光浩很遗憾，他们的舞蹈距离入围全国中小学生艺术节仅差了0.05分，不然他就可以带学生们去江苏看真正的大海了。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就是我们上次不是出去是坐大巴车呢，走到了这个紫坪泊，东子一出去，他就看到了水库了，大海说，然后那些睡的、晕车的，全部一下就醒了，太激动了，全部都兴奋的在两边的窗子上跳。当时这么想呢，可是那些好多没出去过嘛，真的是说，然后我们俩就那一下真正的眼泪花包起住。肯定马尔康都没去过，更多的是没出去过，就要不上次这出去呢，专家都在说，眼明儿前头那小女子跳的那种感觉，那种范儿就是自然天然的。我就想是既然我自己也从事这个专业嘛，嘎，是来了，我想带他们不说其他方面嘛，我就想课外之余，嘎，给他们教他们跳点舞啊，给他们启蒙。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其他方面发展嘛。我学校来3年了嘛，走了那次过后，我觉得还是不一样，还是真的有点肩上来，真的有点担子，还是有点重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你有爱心，把他们的那个天赋呢，真正的运用起来的话呢，我相信这些娃娃就像我们校门口的鹰一样的，嘎，就飞过大高山嘛，然后去看真正的大海。如果他们看到真正的大海的话，那绝对不会把那个我们的紫坪泊的水库那种呢，那个看成是大海。继续努力哈，对，好，那就。以后陈光浩，我肯定以后就不敢喊你那个陈光浩，我就喊你陈老师哦。好。发展教育需要依靠更多的年轻老师。色准认为，年轻老师变成熟的标志就是有爱心。像我们那个邓果老师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他时间全部跟到娃娃系。娃娃病了，他带到医院头去看了之后，还给他买一扒拉的吃的，这些都是自己掏钱。然后放假了，他要到老百姓屋头去上门去送教，真的还是让人感动。在壤塘县寄宿制小学校，上门送教的不止邓歌老师一位。援藏老师龚先燕从绵阳市来壤塘县支教，他把一个班从1年级带到了6年级。49天后，他的学生就要中考了。这个房间是龚先燕的课间休息室，是色准特意安排的。这一段时间家长又在找，他们就想喊在小学毕业过后，又在初中去
给他们办个绵羊班，继续给他们带起去。作为你的姐姐啊，我的话，我建议还是回去，已经做了7大7年，我还操心你这个身体。7年里，色准校长对龚老师的态度发生过180度大转变。支教第1年，色准校长只让龚老师上美术课，而他的专业是数学。以前我们那儿，支教的也好，园长的也好，基本上是1年、2年就走了，学生又要重新去认识另一个老师。这儿高原上一来，那个气候不适应，所以就请假的次数也很多。确实是他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呢，也就是不敢重任他们。第2年，龚老师选择继续支教，并提出教数学。为了帮助绵阳老师把爱心撒在这里，色准建议开设绵阳班，龚老师当班主任。1年级招生时，许多家长不信任绵阳班，色准校长就以个人名义做担保，招到了40多个学生。6年后，县里人都知道了龚爸爸。早晨6点钟那起来洗脸洗手，啥子都给他们教，找他们绵阳那边的爱心人士去买班服，用很多多媒体啊、现代化的那些手段，直观的给他们教学。然后就龚老师的成绩就一点一点的就比那个我们所有同类模式当中，他是第1，就外省的嘛，应该说是都到这个他们班上来过，就慕名而来的。我说龚老师，你干脆就当我的弟弟嘛，我说的是，就我们就之间就弟弟和姐姐的关系嘎。这2天，龚老师一琢磨要不要办初中绵阳班的事，他的脑子就一阵缺氧。这么多年呢，确实我的身体有点恼火。我老婆虽然过来了，我说过一次，不晓得她到底有啥想法。因为家长这边说的是，龚老师有病，我们给你拿钱，你去医嘛。建议你呢，还是好好生生的回绵阳去，把身体养好，嘎，身体养好，然后就你们的那个小家呢，还是要顾起来，嘎。你爱人真的太大度了，把你一个人放到这儿7大7年，然后最后1年他还亲自这儿来陪，嘎，觉得对我们民族教育事业已经做到很多了，让我感动。我心里确实是舍不得这些娃娃，那娃娃们肯定也舍不得我。以姐姐的身份，你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他，看他是啥子意见，然后我看我这边才好决定。对，反正我抽时间来去找下弟妹嘛，嘎。自己还是很庆幸，当他们的校长，嘎，我就爱说，其实你们是学生的福气，嘎，也是家长这一代的家长的福气，更是我们作为校长的福气，嘎，也是我们壤堂的福气。在色准校长眼里，学校是爱心的汇聚地，他要帮助每一份爱心走完最后1公里，抵达每一个孩子，每一个家庭。今天，色准专程来到卓玛家，调查他家的情况。过去8年，来自上海的刘哲新爱心团队一直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。色准希望把孩子的生活改善和成长变化一一反馈给爱心团队。这个是数学，你看还是可以尽是勾勾写。要对得起我们的爱心人士，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包包里头拿出来的钱，并不是很富裕的人没得，全是自己的一片爱，嘎。那这个爱呢，就肯定要落到实处，让他们觉得确实帮了有价值嘛。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，2800多名学生的校长，色准明白，童心的滋养靠爱心，爱心是靠眼神、表情、互动来传递的。2017年，在色准校长的倡导下，
一些老师自愿穿上统一服装，组成了爱心爸妈团队。在色准校长的朋友圈里，他记录了不少这样的时刻。照片中的老师是新梅，她结对帮扶了3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，其中就有那个晚上爱哭的人亲卓玛。今天，人亲卓玛专门来告诉新梅老师，这2天她都睡得不错。我就喊一个姐姐陪她，然后那个姐姐就长期陪她。现在他们俩我就把他们俩安排到下铺，让他们俩就一起睡。晚上害怕了，她就可以喊下姐姐。她说我自己想一直都睡得好，也不那么害怕。有时候我抱下她，亲下她，拥抱一下她，前头她是不给反应的。有一次在她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，然后她就走的时候开始就起反应了，她就在我的耳朵上轻轻地亲了一下，还是拥抱一下我。有些爱好小，只够做很小的事。它在空气中传播，落在皮肤上，不发出一点声音，却能驱散人际间的冷漠，温暖依偎在一起的人。此刻，童心也唤醒了老师的爱心。周末，色准邀请结对帮扶的学生到家里做客。他像母亲一样安排孩子们做力所能及的事。前头他都不说话，但现在就是很随便了。客人来了，他自己晓得去帮着端茶。现在他还开朗了，就有自信了。我们校门口呢有个雏鹰雕塑，底下就有6层的那个台阶，台阶上呢摆满了我们的石头画。这个石头上呢画了爱父母、爱师长、爱学习、爱同学、爱学校、爱家乡，最后还爱祖国的这些方面的内容。我希望这些石头画呢，不仅是娃娃们呢能画，而且呢在心里头呢有这个爱字，让我们把这个爱来传递下去，持续做上32年。也许这个就是我获得福报的重要原因吧。从教32年来，我每天的工作呢，基本上就是反反复复的。就像那个校园上漂浮着的那个云，看起来很平凡，很安静。如果32年的学校工作生活可以浓缩成1天的话，我肯定它是风起云涌，可歌可泣的。我想当宇航员，我想当特警，我想当老板，我想当医生，我想当明星，我想当老师。我们的太阳花，太阳一样的，太阳在哪边，它就围到哪个转。所以我们老师就是他们的太阳，我们的太阳是我们的国家，嘎。